點解我咁冇用㗎？學業搞到壓力好大啊！我好辛苦啊，我唔想繼續再做啦。現時本港已超過30萬人確診抑鬱症，全球更高達1000萬。根據 Now 新聞，本港喺2022至23年有66000人確診抑鬱症，近5年前多近2成。更有一啲人因為家庭或個人原因，無法知道自己係咪患有抑鬱症。抑鬱症被分為輕度、中度同埋重度。輕度抑鬱唔太明顯，患者會持續情緒低落、注意力下降，但呢啲都好難被發現患有抑鬱症。以上可見抑鬱症嘅嚴重性。而我哋為咗潛在嘅抑鬱症患者設計咗心靈師。首先喺 App 裏面輸入你嘅個人資料，然後撳開始測試。喺反應測試方面，首先按下開始，然後屏幕會變成紅色。當屏幕轉成綠色嘅時候，就要按下點擊，然後開始掣上面嗰個就係你嘅反應時間。然後喺顏色方面，屏幕會隨機顯示10種顏色，然後根據你嘅喜好按下中意定係唔中意，然後就到問卷測試，裏面有10條問題，你可以根據你嘅個人情況去回答呢啲嘅問題。然後問卷完成。每一情緒係一款情景選擇遊戲，遊戲包含多個場景，玩家可以喺每個場景中從3個選擇作出決定。呢啲選擇會影響角色嘅化學值同埋故事嘅發展，因此玩家要謹慎地選擇每一個選項。遊戲嘅核心目的呢，就係促進玩家同埋他人分享自己嘅感受，減少孤獨感同埋鼓勵尋求幫助。化學值嘅會根據玩家嘅選擇上升或下降，結局嘅多樣性亦會取決於化學值。化學值嘅上升或下降亦顯示着主角嘅心境狀況。呢款遊戲不僅係一個情感探索嘅旅程，還是一個開導人嘅好幫手。了解情緒，希望能成為抑鬱症患者探索自我嘅工具，鼓勵佢哋勇敢地尋求專業嘅幫助。另外，我哋製作個 AI 社工，係以同理心為基礎，為抑鬱症嘅患者提供即時嘅情緒支持，係一個隨時看嘅情緒同伴，協助你管理情緒，建立應對嘅策略。我哋嘅 AI 社工係建基於最新嘅 Gemini 模型設計，旨在為抑鬱症嘅患者提供一個安全、尊重且有同理心嘅互動對象。佢可以喺日常情緒波動時提供情緒嘅傾聽、實用嘅應對技巧同埋自我嘅治療建議。本系統唔係取代人類治療師，而係作為一個輔助嘅工具，支援早期介入。當系統偵測到高風險嘅情況，例如自殺嘅意念時，會根據地區與使用者嘅需求，就會提供可預約嘅社會服務同埋危機熱線資訊。我哋注重用戶嘅私隱、安全同埋透明度，容許使用者表達當下嘅感受。系統以反映情緒嘅方法回應，減低孤獨感。我哋認為心靈師比起問卷更加準確同埋多樣性。心靈師包括抑鬱症測試、AI 聊天同埋正向性遊戲，希望可以幫助佢哋發現自己可能患有抑鬱症之餘，透過我哋嘅 App 揾到陪伴同埋樂趣，增加佢哋嘅正向思維，變得樂觀。同時，網上進行測試同埋聊天，可以大大減少喺面對面嘅時候講出嚟嘅尷尬感。呢一啲較為內向嘅人都有渠道揾到幫助。